好像有点小，然后我们再加大一点，再远一点，然后你就把它穿过去，对不对？不要这样穿了，要这样穿比较顺。哦，好。好，然后这边再打一个双鱼人的单边。双鱼人的单边，我马上忘记了，这样子。来，先示范一次给你看。先示范。我要回去看。这个可以先拉出来一点，对，比较好打。好，就沿着这个主绳。对。然后再一圈，再一圈要在里面。往回绕。对，然后把它穿回去。等一下我会松掉，让你自己打。好。好，然后这个是食物的，就不能留太多了。这个就要把它拉成，让它留一点点就好了。好。好，然后把它拉回来，这样就成了。好。好。